我覺得我的身份已經瞞不了多久了，可是我再也不想離開顧西城了。我很害怕有一天他发现真相以后的样子。他现在越说相信我，我就越觉得害怕。妈，你赶快醒过来吧，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司徒啊，哎，今天真的没空，奶奶出去玩了，公司一大堆事情要我處理呢。喂，西城，是我。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我没有兴趣听。是关于你老婆贺锦熙的。现在有兴趣听了吗？露露，怎么了，少夫人？露露，快帮忙，快进来啊！现在每天睡在你身边的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是贺锦熙本人，你从头到尾都被她骗了。苏妍希，你身为锦熙的表姐，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傷害锦熙。西城，我真是為你好，你為什麼總是不相信我呢？哼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我愛的就是我認識的這個賀錦熙。赶快洗手，馬上開飯。怎麼是你在燒飯啊？露露和其他人呢？現在家裡只有我們2個人，這些事情我自己來就好了。我讓他們全都去休息了。糟了，我的湯！還好沒有出乎，嚇死我！今天燒了這麼多菜啊？那當然了，我得讓你見識一下我精湛的廚藝啊！哎呀，這個湯啊，是我今天特意跟露露學的，你嘗嘗看好不好喝啊？好，看着還不錯啊。那當然了，也不看看誰做的。來，好，我嘗嘗。還不錯，但是跟露露的肉丸湯比起來，還是差一點。哎呀，本來我在想着以後每天煲一鍋愛心湯，可是現在想想還是算了吧。既然人家這麼嫌棄，我自己喝好了。哎，別着急，跟你開玩笑呢，小氣鬼。你煮的湯啊，我都喜歡。因為不管怎麼樣，你就是你。吃飯，吃飯啊！趕快嘗嘗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西城，你睡了沒有啊？我給你講個故事吧。講吧。傳說很久以前，幸運女神呢親手種下了一株極為珍惜的小草。這個草呢有4片葉子，每一片代表不同的含義。第1片代表希望，第2片代表健康，第3片是付出，第4片是愛情。花語呢就是幸福。傳說只要找到4葉草的人就能夠得到幸運女神的眷顧，從此幸福一生。哎，你說我們2個人能不能找到屬於我們的4葉草呢？
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開心的日子越來越少，但你給我最溫暖的懷抱，也給我最陽光的笑。感謝曾經有過那麼多爭吵，才換來如今彼此信任，相互依靠。姐姐，姐姐，起床了。你要去公司了吗？開車小心一點，注意安全。姐姐，今天我不上班，你能不能陪我出去一趟？我好困啊，我要睡覺。你看，今天的太陽那麼好。我不睡覺，你好吵啊！起來嘛，起來，起來。起不起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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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趕緊，起不起來！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說要找四葉草嗎？你昨天晚上都聽到了？廢話，你那麼大聲，我想不聽見都難。謝謝你啊。走吧。走啊，別愣着呀，一起找。治癒的藥，當生活變得越來越無聊，當開心的日子越來越少，但你給我最溫暖的懷抱，也給我最陽光的笑。感謝曾經有過那麼多爭吵，才換來如今彼此信任，相互依靠。那個好像是。有那麼多的人來快用手機拍照。你拍我幹嘛？拍葉子呀！感謝曾經有過那麼多胡鬧，才換來如今的回憶，可捨不掉。優勝！願我的幸福成為你。